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我们这时候要谦卑来到你面前。主，我们相信你时时与我们同在。让我们一起同心献上我们的感谢。我献上感谢。我献上感谢，因你恩典满溢，谦卑你面前，万世界属于你。我献上感谢，因称赞在于你，只愿不断感谢。献上感谢，因称赞在于你，只愿不断感谢，定睛仰望你。好不好？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，跟神说：主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，耶稣，称颂你生命。主，愿我们的敬拜能够成为那馨香的活祭，能
够到你的祭坛面前。主，谢谢你。这时候，我们一起用神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坐。